喺香港，我第一次接觸移民呢兩個字呢，就喺70年代中，咁就喺一個教會嘅活動裏邊呢，就有一位呢從大陸嚟香港投靠佢個親戚嘅一個女教友呢。咁喺聚餐嘅時候呢，佢就有人問起佢移民美國嘅進展點啊？咁呢，佢就一面無奈咁話呢，仍然喺度等緊簽證啊。咁有大半年呢，我就時時都喺活動裏邊見到佢嘅。咁知道呢，佢就從事畫工嗰啲廣告插圖嘅工作。一次呢，佢就坐喺我身邊，又喺度唉聲嘆氣咁話：哎呀，仲未收到簽證啊！咁其實呢，當時我嘅知識呢，即係對於移民嘅知識呢，就限於呢，即係嗰啲做餐館啊、洗大餅啊，或者喺洗衣鋪嗰度做嘢啊咁。似乎好似冇咩聽其他嗰啲工作嘅選擇嘅，而佢而家做緊嘅嘢呢，就令我好羨慕嘅，覺得呢係一種藝術嘅工作嚟嘅。咁何必呢仲去美國捱世界呢？咁哇！但係佢呢就立即面露嚴肅嘅神情咁話：香港唔會長久繁榮噶，因為有1997大限啊嘛。喺美國呢做乜嘢呢都會比留喺香港好噶。你哋依班呢就未曾喺大陸生活過，所以就乜都唔知。我一定唔會留喺香港噶。但係我心喺度諗，1997，我做咗20幾年喎，咁有咩好擔心啊？咁過咗冇幾耐，我就冇再度見到佢啦。咁呢，相信都係已經移民咗去佢嘅夢幻嘅國度裏邊啦。嗰個就係美國啦。咁跟住80年代、90年代都係移民高峰潮啦，咁其中亦都包括咗我自己啦。嗰個時候呢，我哋嘅移民動機呢，就當然都有政治因素啦，但其實呢，最主要呢都係希望尋找更好嘅生活質素，譬如子女嘅教育啦，同埋居住啊咁。而且離開咗之後呢，我哋亦都好自由往來香港啦，咁可以翻嚟睇屋企人啦，食下雲吞麵啊咁。咁到咗2000年之後，香港移民潮不但咗平復啊，即係不但平復咗啊，反而呢從外國回流香港嘅呢，亦都成咗主流添。不過呢，命運注定逃不過呢，就係逃不過噶。呢個厄運呢，喺2019年嘅政治風暴之後，即係2020年，香港就設立咗國安法，呢個成為香港嘅厄運嘅開始啦。呢個時候，香港嘅天空真係帶嚟咗一個大變化，一夜之間呢，街頭嘅口號變成禁語，朋友圈嘅談話意見成咗扣帽子嘅證據。國安獎勵舉報啦，連沉默呢亦都可能被誤會為一種立場。而香港監獄呢，竟然呢喺短時間內呢就塞滿咗政治犯。特區政府同時呢就發出海外通緝令，追捕所謂嘅政治犯。呢個時候呢，本住人權理由啦，幾個西方國家呢都好慷慨拋出移民嘅救生艇俾香港人去選擇。呢一次呢，就唔單止係移民潮啦，其實係一場逃亡潮啊！資本同埋人才呢，就四散奔逃，數以萬計嘅香港人賣田賣地，拖男帶女打包行李遠走他鄉。其實呢，數字係冇辦法估計噶，因為呢，有好多持外國護照嘅回流港人呢，亦都再次離開香港。而喺呢6年中呢，估計都我覺得即係estimate 都近100萬人離開咗香港啦。香港國安法呢，唔止改變咗香港，亦都好似呢病毒咁呢蔓延到海外。嗰啲呢持意見嘅人士呢，無論佢身在何處呢，都得低頭。想象一下，你好艱難咁先逃出個囚籠，飛到廣闊嘅天空上邊，但係呢，你就發現呢，每當想張開個口唱翻首自由之歌嘅時候呢，腦海裏邊呢就響起咗警鐘，喂，小心啊！講錯咗說話呢，翻唔到屋企噶。咁海外嘅香港人本來就以為呢可以大聲疾呼啦，結果呢，因為政見嘅唔同，頻頻呢就會遭受監控同埋打壓。更荒謬嘅呢，就係有啲人呢，連喺國外邊即係嗰啲咖啡廳嗰度會同人傾偈呢，都喺度三思而後言，左望右望。好怕呢，
邊一日咧，如果係翻香港探親嘅時候咧，就被海關官員翻出舊賬啊！咁啊，到時就嚟一個欲加之罪，譬如話咩勾結外國勢力啊，又或者叛國罪啊，要入天牢踎幾年啊！咁有人話咧，移民係為咗尋找自由啦，但係咧，對於不少香港人而言啦，原來自由只不過係一個過境嘅免稅品，入境嘅時候咧就要聲明，出境前呢就要被沒收。嗱，幾年前呢，睇到視頻上邊呢，剛剛抵達倫敦嘅啲香港人啦，有一段時間呢，睇到佢哋哇熱血沸騰，談自由話民主。然而呢，時間係最好嘅冷卻劑啊！一年或者2年過去之後，好多人呢就開始學會咗喺聚餐上邊呢，只係談談笑笑咁講下日常。喺社交媒體上邊呢，只係分享食譜同埋旅遊嘅照片。佢哋懂得呢，如果想平安返香港探親啊，最好連香港呢2個字都唔好喺公開場合提起啊！畢竟呢啲仔女仲想返香港見阿嫲公噶嘛，而且呢亦都唔想呢喺機場被問話。於是呢，佢哋就喺自由國度中自築高牆，一邊呢就享受英倫嘅陽光，一邊呢就害怕牆外嘅風。自由變成一種可選擇嘅配件，你可以擁有，但係最好唔好使用。而離鄉別井嘅代價，本來呢應該就係換嚟真正嘅解放，而家呢就變成咗一種半天吊嘅存在，即係呢個身就喺海外，但係個心呢，仲心係嗰個牢獄。港人呢發現自己呢，先呢就喺心裏邊呢蓋一座無形嘅監獄，先至呢能夠換取一張回港嘅入場券。或者有啲人會話呢個係現實嘅無奈嚟噶，但係呢，我就幾感慨，甚至有啲憤慨。當初嗰股勇氣呢，嗰個不畏強權嘅香港精神呢，唔通就咁樣俾一紙國安法同埋一張回港機票就咁磨滅咗啦咩？更加有趣嘅呢，就係有啲人呢走得仲遠啦，佢哋開始呢就批評西方民主制度，話佢虛偽啦、混亂啦，唔及東方效率高啦。有人甚至呢喺當地報章上面寫稿啊，佢話我哋誤會咗中國啦。有啲港人呢係認真噶，佢哋真呢係希望呢能夠想為回港呢獲得呢鋪一張紅地氈嘅歡迎會啊！佢哋呢唔再講人權，唔再談公義，改談穩定壓倒一切。哇！佢哋嘅語氣似到呢極啦，同當年佢哋自己逃離嗰座城市嘅嗰啲官員嘅腔調係一樣噶，係咪好諷刺呢？嗱，當年離開呢係為咗不被沉默，如今呢喺自由之地就學會咗自我消音。香港嘅呢一個逃亡故事，好似一套黑色嘅幽默劇啊！主角呢就逃出咗囚籠啦，但係呢就喺自由嘅舞台上邊自願戴上面具，希望有一日呢一座心牢呢係能夠被拆除，等嘅呢初心呢就重見天日。否則呢一場嘅離散，只不過呢係從一個監獄換到另一個監獄而已。而一個監獄裏面，時時呢就會為回香港探親呢就做住準備，就係呢先交出言論自由作為抵押品。但係呢一筆抵押品，冇人知道可唔可以攞得返。最近呢，因為呢有詩詞高手啊 Ray 兄呢時時俾我賜教啦，咁呢令我呢就專攻練習填詞啦。咁詞因為呢就有固定嘅格律同埋詞牌啦，就好似現代嘅歌譜咁，好嚴格規定一啲嘅字數啦、句數啦，咁又押韻同埋平仄等等嘅呢啲格式。咁佢哋係好適合呢表達更加複雜嘅情感。而因為呢句子嘅長短不一呢，就好似呢同音樂緊密結合起嚟一樣，練起上嚟呢就好似喺度唱一首詩歌咁。嗱，今日呢，我就填咗一首《霧陵春》，寂寞自多愁。
煙雨烏雲山景遠，彼岸渡船舟。如鏡平湖靜水鷗，往事落花秋。蓬島無端驚夢破，夜半掛念鈎。啼鳥緣何近小樓，寂寞自多愁。Misty rain and dark clouds veil the mountains far from sight. By the distant shore, a ferry drifts in fading light. The lake lies still as a mirror. Gulls glide in quiet grace. Past joys, like petals fallen, fade in autumn's trace. Dreams of Penly are abruptly scattered without cause. At midnight, I hung the curtain hook in lonely pause. Why do birds sing so near my humble tower's frame? In loneliness, my heart breathes sorrow, none to blame. 嗱，我聽音樂咧都多數以鋼琴啊、提琴同埋吉他為多嘅。最近咧，我喜歡上咧係 wind instruments 嗰啲管樂器啊。我發覺呢一支簡單嘅管樂咧，嘅器具咧，就能夠咧吹出變化多端嘅豐富音色，可以係低沉，可以好渾厚，可以純正、清澈、優美嘅田園風格，亦都咧能夠奏出強勁、嘹亮、極具穿透力嘅戲劇效果。我今日咧就選咗一首係雅爾蒂嘅作品啦，係雙長笛嘅弦樂合奏曲 Concerto for Two Flutes in C Major。咁啊，請大家欣賞下。